破刀学台语第54集各位朋友大家好咱即马要来介绍的是甲手的动作相关的台语字咱第一字要来介绍这字叫做出它是喷的意思就是液体由小孔洞喷射而出。咱譬如讲厨房水就是喷香水，厨房水就是喷杀虫剂咱下面要来介绍这字读做卡，它是击或者是扣的意思。咱比如讲敲破就是敲破了敲门就是敲门敲电话就是打电话另外伊还有一个音读做敲，它是击或扣的意思。咱比如讲敲钟擂鼓就是敲钟打鼓，它是指那个寺庙每天暮鼓晨钟的功课就敲钟擂鼓啦下面即马要来介绍这字读做孔就是用指甲去抠或挖的意思。咱比如讲皮莫去孔就是伤疤不要去抠另外它还有攀跟爬的意思。咱比如讲抗山壁就是攀爬山壁攀爬山壁就是比喻。另外它还有这个比喻想尽办法极力争取他人的钱财或者是事物咱比如讲四界给人抗钱就是他到处去谋取别人的钱财另外伊还有一个音读做控控，咱比如讲控告就是控告，控制就是控制遥控就是遥控就是遥控的意思好，感谢大家收听。